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白沙屯妈祖进香的第6天，鸾桥赶里的天也未光，透早4点就来起驾回鸾。实在是因为今年的条件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延到7月才来举办。这天气太热了，所以庙方甲行路的时间尽量安排伫透早早天也未光，甲尾暗啊这个时阵，甲中昼休困的时间来甲延长，互大家恢复体力。另外，还有这个科技公司出动着3台大型的无人机。挂炮啊，迎接着妈祖的鸾桥，这个场面是真大场。3台无人机，每一台拢挂真长的炮啊，迎接妈祖的鸾桥。科技公司知讲，鸾桥要通过，赶紧出来迎接妈祖的来临。很常要用的。那你今天现在出动几台要来吊鞭炮？今天只出动3台，因为今天临时决定要来这边欢迎妈祖回。白沙屯妈祖进香第6天，鸾桥透早4点就为婚林起驾上班。今年因为疫情关系，进香时间延到7月，庙方考虑到天气真热，所以讲尽量安排伫透早是尾暗啊行动。往年中午点都有差不多2点出发了，今年延到3点出发就对了。今年就稍微延一下，让太阳稍微温和一下。鸾桥伫行速度真紧，中途已经入去到彰化县。这摆进香，庙方嘛真重视防疫措施，到目前为止，无现象出现发烧还是家嘈的镜头。